因为我们秀昌里它是属于水尾，就是说有邻近的水，它就是往我们这边走。然后在那个98年88水灾的时候，是整个村落都淹水了。我们一再的在联系汇报跟那个水利局反映，后来得到中央跟地方政府给予那个经费，所以建设了那个抽水站，还有滞洪池，绝对改善了我们那个地方的淹水情形。不只是我们秀昌，可以说整个北学甲的这些居民，那个淹水还有生命财产的安全。秀昌抽水站最主要是在我们学甲地区了那学甲地区它之前是一个岛风内海所以我们的治水方向就是用总河治水第一个就是用抽水站，然后滞洪池然后让这个水能够不要溢流。这个抽水站另外也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除了治水以外，另外它也把这个 A 干线的两边的那个道路把它打通了，也就是说，这个抽水站完成以后，除了治水以外，道路也完工了让这个居民能够使用。另外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说整个生态所以在我们抽水站附近有一棵这个榕树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净零碳排嘛，所以我们整个抽水站也配合这个净零政策在屋顶上也设置了太阳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希望在北学甲的民众3500人，希望能够挥别淹水的噩梦。在2018年0823的水灾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北学甲淹水淹了蛮多的，所以说我们特别也跟当时的营建署，现在的国土管理署来申请经费经过他们的帮忙，总共经费是3亿9千万，那也地方政府的1亿5千万的配合款来征收用地，那他们在工程经费上全力来补助协助，能够让我们这个地方设置了5台抽水机，每秒钟抽4立方公尺，5台每秒钟可以抽20立方公尺，就是20吨的水。那将来对于北学甲的保护应该是相当周全，那就不用担心这个下大雨淹水。那我们希望这个抽水站能够发挥功能，最好是永远不要用得到。但是如果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或者台风天的时候，这个水门关起来，那内水要排出去，就需要我们的抽水站。那所以谢谢我们国土管理署，也谢谢水利局，大家将士用命，中央地方合作，能够保护学甲人的安全。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月1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总统立委大选1月13号就要登场，各区公所已经将选举公报甲投票通知单送到家家户户，呼吁投票人到时阵踊跃投下新鲜的一票。11号公所嘛开始清点选票并包封，等待明仔载送到投开票所，全程拢由警方戒备。淡水一北区区公所位地11号一透早8点半开始，所有民政科人员差不多总动员来点算该区各投开票所的选票，并且进行包封作业。12号各投开票所的主任管理员甲监测员伫提早选票进前，也会个清点一摆，再次确定并陆续完成投开票所的布置。全程警方拢严格戒护，袂当有任何一个死角差。佮过2天就是咱的总统大选所以今仔日公所就动员阮民政科30几个同事做伙来甲咱投开票所的选票做一个包封的动作。明仔载就会每一卡投开票所的主管、主监跟发票管理员就会来公所佮甲每一个投开票所的选票，佮点一届double check 来确认
暴风拢无问题了，就等拜六下早啊，甲遮选票领去咱每一个投开票所来，互民众来投票。伫遮希望咱拜六的总统大选的投票的状况，拢会当一切来顺利来完成。总统立委大选1月13号就将要登场，各区公所已经将选举公报甲投票通知单送到家家户户，也呼吁投票人到时踊跃投下新鲜的一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伫大选前2天，立委候选人郭国文讲，伊一路以来互对手抹黑，所以推出一支抢救影片，希望大家提出民主性的精神，用选票还郭国文公道。伫大选只剩2天的关键时刻，立委候选人郭国文伫各议员陪同共同公布抢救影片，呼吁选民催票、有票、购票，用行动来捍卫民主性地。全力来支持延期第2号咱的郭国文。来，请他郭国文。为地方争取一刀一。因为郭国文坦承，伊即摆选战对抗的就是大量的抹黑谣言，甚至用人身攻击，毛济支持者相当烦恼，所以发出抢救，希望大家提出民主性的水平，用选票行以公道。透过影片当中呼吁选民，我们确实是陷入苦战，我们要如何透过行动来捍卫这一块民主圣地？如何把忧郁转化成行动，才是这次选举这个结果最关键的因素。现在已经不到48小时，只剩下36小时而已。只剩下36小时，最后的关键，我们公布这支影片，呼吁所有支持者在最后36小时一定要挺身而出，一起出来顾票、拉票、催票。在场这议员拢齐心相挺，嘛看袂落去郭国文为地方争取这样侪建设，不止被挂丢啊尾，也个抹黑，所以呼吁一定要挺台湾、顾地方，抢救郭国文。抢救郭国文，挺台湾，顾地方。抢救郭国文，挺台湾，顾地方。立委候选人陈廷辉甲后援会干部公布选情之夜活动，要用行路的方式。一路为海淀路、文贤路行到新港甲西河路口，向前陈廷辉行向新港大道。台南市第3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廷辉，上午伫后援会干部，包括北区甲安南区的里长、会长，大约20-30位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公布选情之夜，非常女力行向新港大道的活动。12号暗时7点50，将伫安南区海淀路2段342巷口来集合，要用行路的方式，沿着海淀路、文贤路一路行到新港路，代表选举的胜利成功。陈廷飞动算，陈廷飞动算，陈廷飞动算，廷飞动算。所以我选择在这里是希望回到我们在第一次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初衷表示我没有改变。26年来选举或是任何陈廷飞的一些过程没有改变廷飞在过去对于这一块土地的热爱，所以我们希望一路走。我没有改变的是每一次的选举廷飞一定走，那走到最后让选民来陪着廷飞走出我们的未来，一样在这一次，我们就是从我们的第一次立委的基地开始走，从海淀路、文贤路，然后再成功路，然后一路走向成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继续陪廷飞一路走向成功。陈廷辉表示，会选伫海淀路2段342巷口来出发。这是伊第一届竞选立委胜利的发基地。伊每届选情之夜，拢会以行路的方式，即届拼5连霸，呼吁各一乡亲做伙站出来，为着廷辉继续来冲。伊会行向新港大道以后，现场嘛将发送非常女力的小方巾，作为甲廷辉并肩作战的纪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今年是台南市吧市府结合智慧科技以及裸视3D 视觉体验，打造一场跨世纪科技之旅。现场还有以辐射古迹为主题的3D 地景，让游客看到过去，展望台南的未来。大型机器人更是军团的特效演出，替台南跨世纪400科技之旅拉开序幕。科技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选择家己喜意的角色，翕下纪念相片，在 AI 的运算之下，家己的相片就会变成古早人。也可以当进行 AI 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对自己的名字来做藏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这场科技之旅是这现主时上行的生成式 AI 沉浸式体验等科技元素。也佫包含户外裸视3D 展演，打造视觉科技技术响应。在这裸视3D 当中，我们运用了台南古地名鲲生这2个字，然后来当做发想，然后我们设计了一个鲸鱼在裸视3D 的荧幕当中遨游。现场也设置3D 地景技术，为无同角度来欣赏辐射古迹。台南市府邀请大家到阵来和乐广场，响应到阵台南世界交杯。体验在台南城市空间创造的视觉活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珠魂市11号举办寒冬送暖活动，准备将近1吨的白米以及部分的生活物资，要来送予北区5个里的家属日好，希望让多些朋友感受到来自社会温暖。为关怀照顾弱势族群。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市议员陈义珍结合珠魂市管理委员会、不做不生会、顾问团等单位，在日伫珠魂市关注境内大兴里、大公里、小北里、正甲里、北门里等5里的家属日好，白米4公斤以及民生物资，希望会当将爱心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互弱势朋友嘛会当温暖欢喜迎接新年。珠魂市呢每一档过年过节拢有送着这个。所有里面这个家属入面来不足的资币不足的对地方的关怀来奉献啦希望咱每一届拢有当加油每一届拢有当来辅助咱地区所有一寡家属日好。互因一个温暖。珠魂市用抛砖引玉的方式，尤其因对咱无专主委、副主委，甲咱所有委员大家做伙，集咱信众大德的力量，将这个力量来分散给大家，照着咱的理长，所以咱嘛感谢着咱5里的理长甲着咱区公所的协助，嘛希望讲照着每一个人的爱心，会当互咱弱势朋友感受到讲，其实因并无孤单，大家拢是关心伊的。我想真感谢咱珠魂市咱的主委跟咱所有管理委员会大家爱心那集结我们所有的里长，包括公所那也希望说把这些弱势的朋友照顾好，也让弱势的朋友能够感受社会的爱心。那我想也即将过年了也让大家能够寒冬中感受到这个温暖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慈云寺的爱心。陈廷辉表示，感谢各界热情相挺，将资源转化为实质，关怀照顾到弱势族群。注意用无全则是指出，希望这个举动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带领更多人共同关怀弱势族群。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健保署梅合国际扶轮3470地区台南市幸福社申请全球奖助金316万，各买8座气科诊疗设备，分别送予台南市以及嘉义县，优化偏乡地区的喙康保健。在下省热烈的人赛当中，南华国中迎来全新的气科诊疗设备，唔但照顾下省的喙康保健，更将资源开放给社区居民。我们非常感谢中央健保署的牵线，让扶轮社来捐赠我们学校那个诊疗椅，让我们偏乡的孩子能够在
这个牙齿的部分哦，它可以接受到最好的治疗哦，也不会因为我们偏乡没有牙医诊所哦，让耽误到孩子牙齿的健康。国际扶轮347地区台南市幸福扶轮社，甲韩国3670扶轮地区，向国际扶轮基金会申请全球奖助金316万，捐进台南市科寮国小、山上国小以及南华指定大内丁高中各做齿科诊疗设备。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小朋友，他们就做那种折叠椅，然后真的医师好辛苦哦，坐着小朋友的书桌椅这边帮他们看诊。梦时代把这个棒子接给我们。那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是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健保署副署长蔡淑玲甲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拢亲自到场颁发感谢状，予扶轮社医科医师工会及各单位感谢因的善举，替偏乡找来完善的齿科诊疗设备。对于这个地区的牙医的医疗服务呢，大家可以缩短很多的交通的不便，那又可以得到非常好品质的医疗服务。这次总共捐赠8座齿科诊疗设备，其他3座伫嘉义县。后半年将由台南梦时代扶轮社再度接棒，共同优化偏乡医疗设备，提升医疗品质甲健康。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天气冷，公益团体募款更加的冷，为了帮助华山基金会服务的长辈渡过难关，南科联院幼儿园发起爱心人助活动，希望会当为弱势长辈尽一份心力。为培养小朋友自细汉有敬老爱老的观念，同时嘛当帮助到弱势长辈。南科联院非营利幼儿园甲华山基金会合作，伫咧1月11日办理爱心助老袋人助活动，并伫咧活动当中安排了闯关互动的游戏，让小朋友体验老大人身体退化不便，也就此推动代间教育甲老幼共融。往前慢慢走3步。其实我们非常的希望跟华山基金会做这一次的合作。那从这一次的合作当中，也让我们的小朋友感受到敬老这个活动，然后对周遭的一些老年人能够用爱、用关怀去包容他们，然后去协助他们，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现在高龄化日益严重，然后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些老化的体验活动，让参与者可以感受到长者的辛苦以及生活的不便。那因为华山基金会服务很多，大部分都是独居孤苦的失依的长辈，所以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次活动，可以捐助我们的现在有在募集那个爱心年菜，1份900元，可以让这些在年节的这些弱势长辈可以有一顿温饱。华山基金会台南 B 区目前服务将近有1300位弱势长辈，因为区域内偏乡较多，经费募集较困难。基金会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爱老人爱团圆公益活动，让因伫咧农历年节温饱袂孤单。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湾港务高雄分公司已经启用全新的智慧看板，整合多项地势资讯，要让高雄港船仔的调度更加有效率。看似一般的地图，在点击拉近后，靠近高雄港湾附近，马上出现不一样的色块，而且还都有它的名称。再点击一下，船体的编号、国籍细节一目了然，甚至从停靠到离开时间也都详细记录。这是台湾港务高雄分公司整合了多项港区特有资讯来源所建构出的高雄港船息动态智慧看板。高雄港的一些船息的调派的一些即时的讯息，然后它在这个画面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船的即时的动态，它停在哪里，然后那个业者他自己安排的船息的现况，这样子让那些 user 在自己的手机或者是在电脑上，他就可以一边开会一边及时查询他们在会议上做的一些变动。港务公司高雄分公司表示，为了因应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港务工作形态也进行转型，降低并减少和船公司业者实体会议上的接触，改采视讯会议的同时，又必须可以及时说明查阅目前船只停靠码头的位置和相关设施使用，让工作及时资讯化，也大幅提升了相对效率。实体就是那些业者就会到我们港务公司的一个开会的地点去集合开会讨论说安排今天的船息要怎么安排，然后顺序是怎么样。那但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避免就像您说的，避免人群聚集的因素嘛。那所以它原本这个就是改成线上用 LINE 或者是用其他的视讯软体的方式去开，但是因为他们原本实体会议，它是在现场是有一个很大的实体的白板，那白板上是有一个地图，然后他们原本是用那个小磁铁或什么的标记在那个地图上标，那所以因为已经不能实体会议了嘛，又要让他看到这些实体安排的那些小船的位置，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地图上改成用电子资料方式呈现，然后这个资讯也会是及时的在这个地图上显示这样子。资讯处提到，新版的传习动态智慧看板地图目前已经上线启用，使用者透过这套线上系统，及时掌握船只船舶各类资讯。另外，一般市民大众也可以上网看看不一样的港湾地图，共同来为高雄港迈向智慧港口的前进一起努力。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